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云林北港的义民庙，毛礼拜义恳将军，到一阵哈士奇的狗主人特别招团到义民庙，为因的狗仔点光明灯，祈求健康平安。拜拜拜拜。主人带爱犬来到义恳将军前拜拜，模样正好水，规排哈士奇犬出现伫云林北港的义民庙，甲主人做伙拜拜祈福。有一半只特别活骨，唔肯乖乖坐咧，主人只好用脚夹掉咧。迄若佫唔听话，就爱修理啊。云林北港义民庙除了服侍义民公，也有义恳将军。除了保庇囡仔嘛，保庇宠物平安。庙内有设动物伴的光明灯，面顶写主人甲爱犬的名。逐年主人拢会特别来遮祈求宠物平安健康。年纪大了，好，希望他可以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他几岁？15了。看有没有可以让他收进的地方。对，然后就刚好逛到这里这样。主人伫义恳将军的红架桌顶放狗罐头，除了祈求宠物平安，嘛人请义恳将军到找胖钱的宠物。庙方发现讲，这几年来替宠物点光明灯的人愈来愈多。现在少子化，这几年也明显的感受到，这儿童的点灯数在下降，宠物的点灯数一直在上升。唔但狗，也有猫咪、鹦鹉，甚至鱼啊，拢会当点灯。伫小主会情形下，动物伴变成上界重要的亲人，宠物点灯愈来愈实行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